三爷妹妹，姐姐，你也在想你弟弟了？哦，三爷妹妹，你就在太后送呀，怎么蹲到这里来了？接待太后的呀，大王都要亲自上过的。哦，王家倒有如此小心，可是我们是啊，我在这里天天接待太后对呀，可是父亲病重在家，谁接他对呀你？妹妹，哎呀，这姐姐妹妹，这啊，经过在太后的一碗当饭，公公，也还是奴婢当饭的，不管三爷妹妹的事。好过头过，尽管推翻大王苏权。哦，少了奴婢这一次吧。何事喧哗？禀大王，公婢头哥不守公规，食言背哭，今日又不尽杀嫂之责，推翻大王苏权，还将对太后的一碗当饭，正待处置。禀大王，要还是奴婢当饭的，是奴婢当饭的，不管三爷妹妹的事，不管对姐姐之事。禀大王，三爷妹妹年幼师傅，奴婢劝为是不忍失手当饭也还，奴婢甘愿受罚。是奴婢当饭的，是奴婢当饭的，是奴婢当饭的，妹妹姐姐，你姐姐。好了，命太医重新培养。是。今夜送呀，事关太后问题，岂能如此粗心？就当以谨慎为好，索取从简，休得耽误。谢大王洪恩。哦，禀大王，要还是奴婢当饭的，与姐姐无关。国王知道。你为何替杀亚寿顾门骗国王？奴婢自在，奴婢自在。你为何看书忘情，不尽杀嫂之责？这，你看的什么书啊？是诗经。诗经？你能看得明白吗？奴婢初知一二。你看《诗经》哪一篇儿字忘记？爷，莫非你也有兄弟姐妹的历经哀怨吗？大王喜来将王。
景阳，身上画着毛山里，留下了落山故地人凄凉。我的亲骨肉两离开啊，我死地岂能不悲伤？第三天我但有弟弟烧衣裳，夺烟我观察始终离情长，我一时忘情恩仇长，我误坏了公闺房，见谅。名声是此，王后自谁也？愿侣纵用后当来朝归，无人再问苍生苦，海色飘摇风雨来，看古往分封太君一皮笑，不离不天皆明在，儿女哀伤我同悲，永无言语将他为。对姑，这卷诗经你既喜欢，就赐予你吧。赐予奴婢。是啊，倒是妍妍这篇离别之诗，就像见到你的弟弟。谢大王。倒是妍妍之事，你有观看啊？诗中所写，兄妹之义，竞争一切。倘若天下人都能如此，那就好了。你竟也是此之想？奴婢无知，大王是在。不，你不错。想不到这个女子会有这般见识，难怪她不
国王面前爱无杀小，待人受过。我看这代王宫中的公务都不及他呀。他们真许我为弟弟做隐春意王夫人，春意王夫人，奴婢春意王夫人。啊，王夫人，代太有名，封头氏为王夫人，你同王妃，请王夫人设公给账。这，王夫人，待我，待我。请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姐姐，小弟，小弟，你哭什么啊？我找姐姐。姐姐，哎，小弟，我晓得你姐姐在哪里。她在哪里？她在一个很好的地方，我带你去好吗？怎么啦？你不想找你姐姐啦？你俺不是不能跟陌生人走。我认得你姐姐不是陌生人，我是个好人。来，我陪你去寻找你姐姐。来，走。来，寻找你姐姐去走。寡婢，你到哪里去了呀？寡婢。阿婆啊，
我看见一个中年人背了一个6、7岁的男孩到那边找姐姐去了。王明，叫我多向你姐姐交代啊！阿婆，那，去吧，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走，姐姐，快去，你不要走，姐姐，你去，来，快进去，姐姐，姐姐。人海茫茫，天地广，就在南京的家郎。窦光明，来，这里就是你喂马的地方，好好的喂马啊！路遥
为弟弟哀伤，用寡人载明中原上访。万岁，你实力万计，请万莫为臣妾私自操心，请万岁安心去吧。好。郎中令，命你先去国中沙访头夫人宝地头广平，休得耽误。臣立旨。姐姐。对光平，你孤身一人漂泊异乡，自己要时时当心。一人病身这个样子，怎还得了？看在小姐遭殃，小人不是定当而报。你快起来，不要这样。都是小姐，小姐，小人是个奴才。什么奴才主子？你还是我的救命恩人你。随天行，你为人牛马可飘零，我家龙究竟是有神，你小姐还有从今日。就算自下何自不杀到他妇女两条心，故然是在吧分，小姐呀，才有所报苍天保佑你在心人，只可惜光明今生难插头，来世报你早快恩。女，荒唐！你这个残奴！我要命了！当个膈应我女！弟弟，你今年试过多少次了？要祖母有分，男女有别。倘见你母亲看到，女儿哪里还有母亲？女儿的母亲早在黄土笼中
化为不管哎，二母也是一样的嘛。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那天接你弟的亲事，母亲。玉溪虽然年纪大些，可他是本就父母官呐。不但女儿终身有靠，学历为无也。弟弟说是定要将女儿送进军帅做妻，女儿心愿去救县之乡，背叛母亲。母亲，你，老爷，来，舅父郎官大人到，快请。哎呀，小姐不好了，那位大美人来了。她又来做什么？一定是军帅老太爷派她来催婚来的。她催命来了。哎呀，小姐，你千万不能再行断绝。哎呀，这，小姐。军帅大人早已王爷入村了。我的卫兵大人今日前来迎亲，宝贵千金早做准备啊！一定啊！广平哥哥，小人万死不辞。你一定要来。小姐，她来，快走吧。小姐，快！夫人，谢万岁。夫人，宋上寻找内地的告示已在各个穷院张贴了，你们这地不是就能断续，你应该陪我畅饮几杯才是啊！托万岁洪福。来，当今皇上为段夫人寻找宝地段光平。这个光平是清武郡关进人士，现年18岁，12年前杀生。自认报信者还有重伤呢。还有重伤啊！重伤，那叫什么名字啊？段光平。那什么时候杀生的啊？12年前杀生。杀生已经12年了。老爷啊，马爷，哎呀，老爷，事关重要，来，老爷，今日皇榜上写着，你查清楚了？查的确是千真万确。松绑，光平啊！小姐有情意。
大人快送我下去拜宴时候，与姑爷押金。是老爷。拜宴时候。窦光平山上请安，恰是一表人才。女儿啊，弟弟多接你一份家长，也就是了。终身有靠，为何总算对得起你的亲娘了？弟弟，好了好了，小姐已经答应，但限定黄道吉日便与你们完婚。上后，老夫还要为你去寻找姐姐呢。寻找姐姐。妹妹，别无他人，何必是此？姐姐，听说八国已经拟定了皇后，我想这个正宫娘娘不是老太尉之女，定是上将军之妹。彩儿妹妹，凡是与穷人选定的皇后，必定是品德齐备、颜值端方之贵人。我们不必议论，好好侍奉就是。不错不错，准备着好好侍御吧。臣请见驾。王御少礼。啊，王儿，王御啊！把鸟骑上龙王星，头一枝听成亲。宜阳公主爱王御，不如比家自从不，这难杀人情了。万岁，朕妾侍奉万岁，不是一样的嘛？爱卿若是太子，寡人留旨意约见。来，接对王后更衣。万岁，臣妾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爱卿有话但说不妨。万岁。那一个
看，知情国若永分开。曾起是有操作官，谁喜欢势利欺居在宫闱，公室无话应在谈，或许众多功我悲，求万岁啊，求万岁，待机方策公与去，让他们幻想论去把婚配。愿世人莫相欺，家贫无天一地贫。愿世人莫相欺，落山地里生泡开。愿世人莫相欺，既在皇宫地流浪。愿世人莫相欺，12年心地红人。蒋寡人是高皇帝急切之至，侥幸避过绿玉之祸，无德无能，靠着高皇帝的威望和文武百官的无私，登上汉天子大位，尚未为黎民百姓做些好事，心中实是惭愧。爱卿之意，寡人一定下诏办理。谢万岁！爱卿。万岁不问门第，但问言德，历对四位王儿，真乃圣明君主也。家圣不在，愿为君主分忧。请先生赐教。万岁呀！我到宝里当来，富三万众民生源，更有举上太高里，长生东来各乃外，百女奸夫揣弄上岸，年曾见上莫虽远。那一你之间呢？以家圣之见，立即下诏全民农丧，禁止高丽颁布，年称不发举丧。3年无灾之后，我在混世不幸，我在天下不死啊！立即下诏，
弄杀天下之大本也，正当率本王于情上，一权天下。年今高丽奔波，各中原17将不发举上，退步归安，年成无上。先王果算厉害，这是什么？女婿，是你小女人情，老夫并无多少才参见你，十分不安。今日将这灾权全作家长。那，你看。不，我不要。姑爷，这债权是债务欠你债金之凭证，有本胜利，礼让家里，有了这个无价之宝，姑爷你一时享用不尽啊！不要客气，快收下吧。多谢有福，这就对了。还要告诉姑爷一件天大的喜讯，当今王后头娘娘就是你寻找多年的亲姐姐啊！姐姐，副上下连夜带姑爷去上岸省亲。一个王儿姐姐，我们要去上岸省亲。顾顺是他吗？千真万确。少公，堂上贵婿果真是当今国舅，你便是忘情过去了。见到大人，第一迎接。明日下官便引贵婿进宫省亲。谢大人。爱卿，天大的喜事！启禀万岁娘娘，对皇命到。小命对光明，叩见万岁娘娘。禀升。快谢恩啊！哦，谢万岁。对光明，小命人，你进宫省亲可以标记之物，无语。可以穷源啥名之文书？小命无语。那可以组织无老神证？小命也无语。你既无标记文书，也无认证，怎么能进宫省亲？万岁，小命实在不知是有无是叫我来认亲的。
而且休要难过，待寡人再盘问他一番。窦光斌，小明人，你家是哪里？万岁！家是在清河县关进西，今年几岁了？年方18无数余。你是几时与你姐姐分开的12年前记着过，从此派在上流天。你与你姐姐是怎样分开的？曾记得那日相比关金衣，姐姐对我牵手你的。当时是怎么样讲的？我年幼未见举便衣，要跟姐姐到宫里。姐姐怎样吩咐于你？谁叫我从此要听阿婆话，莫要把事莫相信。对你还做了些什么呢？姐姐她常着为我不独对，一生当两分离。窦光明，你是否记得起旁人不在场，单单为你姐弟2人所知之事吗？记得，记得。有一日，弟弟病重，我在上，在姐姐起床落落去菜上，我推着上锅，底下是地破了金昂，惊坏了姐姐，泪水后日血水淌。姐叫我弟弟上前将婚相，到如今留下伤疤，永难忘。恭喜少公找了个国舅女婿，这下官要托你的鸿福喽！哪里，无相的，无相的。国舅夫人，请干杯！
小人祝两位大人万事如意。祝国舅夫人万事如意。啥呢？今后你就在国舅府做官司，也好有个照应哦。证明皇上有旨，府头国舅府的一族2点8顷，东坡造猎。多谢万岁娘娘。还不快去见我当中的猎物？哎呦！国舅爷，你。国舅爷，哎呀，国舅爷，国舅爷，哎呀，怎么办？国舅爷，哎呀，国舅爷，你说什么？国舅爷，你就饶了小人这条狗命吧！哎呀，国舅爷，国舅爷，哎呀，国舅爷，你我今会有今天，且马是。东北回营外马人。
庶民通吃去上京的国舅府。寡人已经昭告县公，禁止高丽盘剥，严惩不法举上。如今少数华军高丽举上尽管逃来上岸，英鸟们。贾大夫，证明你率御林军至国府收捕归案。倘若豪门贵族抗拒说服你，是有抗拒者，不能忘清国戚，三公九卿，一律分斩。不能忘清国戚，三公九卿，一律分斩。御林军来到附近，只要做那从义阳军到来的高丽杂子少。老爷呢？那班杂物搞到京城来了。你没有听他们讲，这里是堂堂国舅府，岂能随意进来扎人？我也是这样也讲，可是他们是奉圣旨前来，让我禀告国舅将你交出。我让同仁举步分斩，他们会等着会还你。哦，御林军要来抓他，恐怕凶多吉少。这是他自作自受，才有应得。弟弟团然挂念，死算在他，这是他设备抓，免我的面子。何在？这与你我无关。哎呀，国舅爷，夫君啊！好容易眼前富贵好光明，可命女单居上年，倘若是国舅府中抓人犯，不用何言十公门。倘若是今朝狱中就地你国舅何言为公卿？倘若是上阴谷送上人，送上人，我见娘娘梦人。这是我管了此事，皇上和姐姐挂在我，怎么办呢？既然此事是故意为难，那老夫只好死守去了。弟弟，老夫也是本不作谢，这是可怜女儿，可怜姑爷，可怜严德的对王儿了。此话从何说起？姑爷，实话对你说了吧，御林军要来捕我，并非为难老夫一人啊。还要为难哪个？真宫娘娘对王儿。为难姐姐？哼！谁管同王儿一根毫毛？哎呀，我的姑爷，你好糊涂啊！对娘娘出身地位，差为皇后，
朝中不少老臣十分嫉妒，老太尉也为娇女未能察案而不满冤。此番来捉老夫，还不是为了扎起把柄，怕使皇上废掉投王案。啊，什么？唉，可怜他没当几天王案，恰要被当成冷宫了。啊！他们果真要害我姐姐吗？唉，想来早以来，皇亲国戚都是官居高位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满朝文武才敢正眼看上一眼。唉，哪像如今投王案，娘家无人，外人才觉如此嚣张啊！谁说无人？不要忘了，万一我堂堂国舅爷在，哼，只怕你这国舅爷无官无职，不在他们眼里吧？他们滚！国舅爷，这道是虽不若无英明人，恰原来是怪姐姐有英情。莫小看头家四大人定过，到底我大汉国舅有身份，为哈一入国舅府，启用兵丁来往矣。回头难言一口气。今日里再受气，枉为皇亲。来，王儿快拿走！启禀国舅爷，有一句都尉就急。他们想来抓把柄吗？是，他们要抓大当，你去告诉他，国舅爷生，当国舅府，谁也不许进，谁也不能抓。谁管进来，就叫他有来无回。哎呀，国舅爷，哦，对了，你可不能这样说人话呀！哎，国舅爷之命，真公不顺呐！走，走！弟弟，万不夸罪。证明我要去告诉姐姐。哎呀，我的姑爷，你万万不能告诉王儿。这是为何？姑爷，你在你杨家河东国穷，还有众多债务呢。去将国舅爷的债权拿来。怎么？我及女儿做陪嫁的那些债权，也是私人搞理。啊！姑爷，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些债权。当今皇上布告穷源，大动干戈，四处搜捕，便是要查有这些高利债权的巨商啊！这可是高利盘布的财政，上面不知还是写上你的名字头光平。姑爷此刻去见王儿，岂不是叫王儿增添财名？国舅爷，国舅爷，启禀国舅爷，有一句都尉已经藏着走门。你没告诉他，我国舅爷不许他进来吗？我说了，后天生是我们违抗生命，不计要斩。他滚！你们不能进去，不能进去，我们要见国舅爷。哎，
国舅爷，你是何人？在下御林军都尉。长津府内，你可自裁？下官是奉命而来，来此责任。有文书呈上。上面写着什么？国文写得明白，国舅大人岂能不知？哼！啊！国舅爷，在下是税部不法杂族而来。税部不法杂族来我国舅府责任？据查，一样不法杂族少通就在府上。中上财富，天大的官司由本国舅此子，与你们无关。国舅爷莫非有包庇之意？便是包庇，那我怎样？包庇审判，谁同无常？便是无常，那我怎样？此话当真？18年实话无人过，今日实话要算数。国舅爷，本都尉是奉命而来，今日定要肃杀。大胆！你快藐视国舅府！奉命税府不必忘情死。谁不得？不能死，一定要死！杂族头光平啊！是。下诏从侬一上灭火建立以来，国事兴亡，人民荣耀。这是少数居上在主，不遵法令，逃来上岸，逼着豪门官员之家，地方官也无可奈何。这还了得！凡谁有招财心，立该严惩他们才是呀。镇内现有一个罪恶，恰是王庆。哦，哪家王庆？你让居上赵通。赵通，万岁！臣妻子亲家万法，替万岁添了累赘，朕妻深感不安。万岁！王子万法与民同罪，请万岁处置。爱卿，此次孤见大体，实乃寡人之心。这是今晚有一人尽管杀死奉旨税府之御林军都尉啊！此人难道不要命了吗？杀死都尉是有死罪的呀！是啊，寡人丞相满朝文武下过诏令，不论何人是有抗拒罪，列斩无杀。启奏万岁！本无不管奉旨西节检点，公安万岁。知道了。
这乃王子万法，与民同在，婚礼早早，实乃杀命。哦，娘娘啊！弟弟在中本应该，不用凡事难再会，一年只差听条说，过就他怎么样？过去他10岁杀都为。
老太尉有何言语？你不要急嘛。老太尉言道，要传统文武力保对光平，只要他不死，皇上对我等才无可奈何。对，对光平实在不死，朝野必定声援。对娘娘必难做皇后保守。对，太对了，这教主也杀神鸟啊！今日道德杀苦酒，明朝苦汤非皇后，管他姓曾姓不姓花头，明朝就来还朝去。万岁有旨，今日参面朝尉文武齐退。才你万岁答应了吗？哦，万岁，这天必起人家。请郑重乐天。万岁，请万岁答应臣妾，只取皇儿之位吧。请万岁啊！主张对光平杀面之后，东安公卿一直听命，也应杀面。对皇后自愿自取皇后之位，皇上应赏赐他一片苦心。老太尉焦裕可谓新皇后，从政落功，亦属皇上之责。对皇后是取皇后之忧，对光平不再是皇亲国戚，杀人一案可由金朝营查办。只取皇后之位，也救不了弟弟。淮南之际，真诚理。富江山必亲啊！
贾大夫，生神索取国舅府寻诏，令旨。对光明杀人抗旨，谁人不杀？是针灸与对光明，令其自尽伏法。正其先死，立诏。他不能死啊！国舅，请由皇上所私自针灸。这是真的吗？真的是皇上？禀国舅，此酒是皇上亲手所赐。不，皇上是我亲丈夫，他不会让我死的。不，贾大夫，贾大夫，国舅之后都是服用之果，这酒让我喝了吧。国舅夫人未必对光明绝酒便恩。对光明绝酒谢恩。那我姐姐知道吗？王儿知道。不，我不信，姐姐一定不知道。她知道我是回来救我的呀。娘娘只有她这个亲弟弟呀。我要见姐姐，我要。夫君，国舅，夫君，夫君。国舅的衣服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娘娘，我可还是不看的好。我要看，我要看。他在世上没有亲人，我不了理，谁来了理呀？弟弟呀！娘娘，姐姐，国舅，你举步上通，杀死御林军都尉，错办婚礼，立给战役。皇上顾念国舅年轻粗顽，得是真酒，亦是宽容，放国舅自容，正治佛法。不，我不能死！快去告诉姐姐，让她来救我，求皇上赦免我啊！盼天明，天明，天明生死见地生。纵然人去看不转，地闻应知，生。
下，诈物37000服不服？万岁！对国舅高丽奔波，杀人抗旨，万口杀灭，臣下为何不可杀灭？高皇帝呀！混力昭昭，疏而不虑，对国舅一处死因。今以鲜花素祭，祭奠国舅，对公光明临前，背负对公光明，生出国境年少遥望，同在英文，生死永绝，朝阳失声。来酒一觞，向我赠上。吾父爱国舅，爱在爱国舅。吾父爱在，我为上下。对国舅，今日里满朝可赏，国人见，总算是万世杀戮难更改。王儿大逆思君断，此文所取修子言，劝你莫把王儿等，我定要见过姐姐面。王儿绝难此地来，我不信姐姐不报弟弟情。姐姐救我来了！娘娘娘娘。夫君。
姐姐，你为何身穿素袍？姐姐觉得万岁的恩泽与弟弟准备来了。姐姐，你难道忍心不肯把我救？姐姐是万万相救，不能够。上苦诉，乃诉你姐姐硬心肠。今日里我实是难把亏一笔，就能下张张告诉爹娘，你身为皇儿不救我，我有罪无罪。